你叫咩名啊？周星星。你呢？王小貴。今天的单词是网，网。它首先可以用作名詞，指黃色。黑色粒粒咩嚟㗎？朱古力。綠黃啊嘛。植物的变成黄色呢，就意味着枯死，所以它又可以引申为计划失敗，或者事情作廢。佢俾人落咗執，佢做辦事一斷正，我哋啲數簿聯絡乜嘢底都黃晒。它也可以指君王王爵或者某一個領域的主宰者。兩位小姐冇事啊嘛？在下吳英雄，家父係平西王吳三桂。我叫柯啊。蠢材！我以前嘅賬號係地獄之王教員啊，而家喺度係條可憐蟲啫。它也可以用作姓。喂，邊個嚟㗎？哦，嗰個黃師傅啊嘛，老千嚟嘅，喺度好受歡迎啊，仲犀利過四大天王。